户外射击节目，特使都会带大家去台湾万内探险，参加一条盛宴，为体烦恼的路况，接受各种的挑战哦。遇到任务都得自家完成，遇到任务就要陪人停下合作了。除咗户外活動以外，還有啲文學、藝學、操作、勞觀察力，嚟叫我行檢and 太嘅素材啦！經過上一集激烈嘅比賽過後，總算顯出青年勝利嘅盛宴。今日大家來到花蓮，並且對花蓮展開反鬥之旅哦。亞季任務當中，特使都要客家發射比賽，現場提攜拿到前6名嘅古之名來搞大家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也是我開始嚟反鬥喲。反鬥我用到無相同嘅交通工具，所以我來練習看啦，還有練習一般的法哦，火叉、次郎叉、高叉，還有公叉哦。一般的法有淋水、水母、渡機，好，見到你哦。接下來看下我哋好天妹有1到2咯。上一集基本清過嘅前6人，我先來接受挑戰，我係那6個成員哦。北白、米迪、子恩、米芳、陳瑞、鍾麥。也條貼海鮮嘅世界都表現得如何哦？對中南來嘅鍾麥係行人，講嘅客話又爭又爭冇。來去出來去，作定江山行出去。對你來說來嘅子恩雖然唔係行人，不過話知道客家話當好聽，特別好講客哦。讓到娘夫界學走18點鐘界節目如何，乃當上愛參加。大家對台灣國天來，都帶定一片愛呀，也係奉獻教育百聽嘅決心來到節目當中。亞季人嘅主題，我用各種嘅交通工具來辦到呢。呢階段就提4人茶辦到，因為對花蓮住到台東，用數亞季度嘅長嘅風景，體驗下路況嘅各種挑戰，大家有辦法，簡直都親密無濃。喺開始之前，也條盛宴我先來進行分組嘅比賽啦，就看到呀8包地圖哦。拿包包。自己开，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南區有北白、米芳、米迪，北區有鍾麥、子恩、陳瑞。5、6、7、8，團結合作，戰力十足，團隊必勝。我覺得陳瑞他的戰力很強，然後他騎腳踏車也騎得很好，然後。竹梅的話，就是運動方面也很不錯，所以我覺得分到這樣的隊友真的很開心。那你自己的戰力如何？說說你自己。我有的時候會爆衝，沒辦法冷靜下來，所以我覺得我今天就是冷靜下來，慢慢騎就好。我最擔心的是那隻狗。竹梅還有他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希望可以很團結、很合作，就不要有爭吵。因為有時候我很累，我就會沒有力氣，腳就很酸。我對自己有信心，因為呢，就是我最近有在就是溜直排輪，然後體力就有大幅的提升。我覺得我也蠻會騎腳踏車的，一騎就可以騎3、5個小時。只要有一個動力就會自己就會要求自己一定要完成了，就比較不容易中途放棄。藍隊就像一個頂山角，有着合作、努力、耐力。藍隊加油！加油！加油4人茶任務，呢階段我對花蓮嘅領塔提到用力，回路嘅大概有50公里安長，所以提到清理就做得拿到2分，提一般客家人拿1分，清腳提到用力嘅組，那3人還做得加上分咯。好，刚刚我们做完了暖身操之后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出发咯。出发前我们再提醒一下，记得骑车的时候双手都要握紧我们的把手，刹车的时候还是一样双手刹车。好，
等一下下坡的时候，前后也要保持车距。好，等一下我哨子一吹，那我们就统一出发喽。好，准备喽，出发！好，这条是自行车道哦，我们沿着自行车道走哦。下架的，唔但唱天來鏘鏘簌簌，風吹一累啊！哇，濕涼啊！先騎快一點，你先從我手邊逃跑，快點跑！好，先去跟美班會合。北大是園長新年成天氣，不過請你吹中嘅用嘅哦。29公里嘅一條盛宴，佢會來到天嘅煙霧地點，也係為探索蘇拿。用出嘅實力都差唔多，就會來到目的地，大家就要用速嘅級夾。兩吹長達10秒鐘天天到。我现在长相一定很狼狈。你感觉怎样？还好。差一點點，差一點點。疲憊還好嗎？了兩家哈，大家鐵練夠行呢。自己練習沒關係。睡覺、喝水、火車、公車、自行車，記得吃飯、吃澡、睡覺、喝水、溺水。自行車、拉茶、公車都可以啦。火車。基本上路程不一樣。也係會探索蘇拿，鐵發現煙霧風調，因為也搭配氣候黑色，故所呢蘇拿地圖嘅全部三卡點，主工程也會上到清江，因為大家來到呀，就會來看到滿盈係蘇拿之王哦。主工程航洋任務，這個任務做下多啲數項完成呢，包含明北江、航速嘅獨木橋。做進度完成呢，就得拿到1分；清潔完成的前3秒都就得加1分。教練還會選出2個表現稱好嘅人，各送1分哦。待會我們活動內容就會在樹做滑行跟步行。什麼叫滑行呢？從這棵樹滑到對面那棵樹 ，OK 吧？好，另外一種就是從這棵樹走到另外一棵樹，這叫做步行，不是這個步行，是走路的步行。OK，快要到時候往前放輕鬆。很好，來幫我站上來。放鬆點，很好。大家體驗到係為啲蘇拿地圖，跳上鐵路按自由路線，
实在很 happy。妹妹手放松一点，放松，手放松，放松，很好，来正上来。超好玩的，超好玩的，超好玩的。我的感想是这超恐怖的，尤其是第一个。好，耶！玩那个滑过去的时候，就觉得就是很凉快，然后就觉得自己像会飞一样。因为我常常就是有时候走路啊，然后骑脚踏车，骑得很累的时候，就想说我是江宜飞，如果我可以飞就好了。所以我就是体验到了自己感觉像飞的感觉。你可以用螃蟹走路比较快。就是要这样。你们是赛车了吗？你们可以快点吗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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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觉得这个车很差？怎么样啊？因为它那边可以用大飞车啊！快点！越慢越好，我第3名。啲蘇拿地都嘅發通，我腳點都慢哦，但估下對騎踩來，希望一降到就當難騎空起來了哦。刚有一关卡很久。为什么？因为走到一半，然后就脚突然滑掉，然后掉下去。你是在上面走？还有没有受伤？哦，是因为这个掉下来，所以我才去捡的。好玩吗？超好玩。剩下的关卡，我觉得他们有些木头把它放得太远了，这个很难走。就是要难走嘛，不是吗？超难走，就是要难走，就是要难走，不是吗？就是你脚太难走才刺激美，脚要挑战性啊。对，他不行。哪次都有新进展。保持平衡。知道了。嘿！不行不行！救命！好，来看。刚刚一开始的时候，太急了。一直想着要快，可是到最后因为太快，重心不稳跌倒，所以到最后就發現欲速則不達。也係探險任務，教練知道你比老子人請有心，都加1分；故說你比3分，中美自然800，都拿2分；成語米吧拿1分。完成了也係為探險蘇拿嘅任務，愛行下野行長了。再個做法，兩嘴都要切假嘅鏡面，唔可以再個衝家下安尼清明古鐘咧。經過幾招神嘅挑戰，
两嘴的体力都开始唔拉的。其实人查反倒啊，体力当重要呢。耳鼻都开始出现问题的，教练劝佢先撩一下的。不过佢唔想要開到吹油，還唔想要病的。状况哈，我觉得你不要勉强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你还有之后的比赛哦，你如果说现在就倒下去中暑了，非常不舒服，你之后的比赛也都没办法进行哦。你要懂得。他们也一样会输。你要做选择哦。我，他们两个也一样不会游。谁放弃了？你飞是不是？你爸爸嘅天時啲我冇法通，平常啊我倒濕水，安尼就唔會熱到哦。他刚刚已经脸部发红，耳朵也发红了。然后我问他一些情况，就是他头痛、头晕，而且骑车已经歪歪斜斜，没有什么力气。我觉得他已经可能快要中暑，所以最好是终止行程，对他的健康与安全会比较好一点。你比清明冇辦法，還係會上報無茶。哎呦，身體輕重要，其他成嘢繼續向前行了。不行啊，没关系，不行就不行啊，这样做不行。多喝点，先喝水，不要喝太急，慢慢喝。一开始我在想说，如果我上车了，那队友会不会觉得我很废？因为那时候连他都还没上车。其实我本来也很想要继续骑，但是就是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就只是叫我先上车。兩嘴騎20.5公里，就順勢來到豐田客家博物館，來到呀，就談到那大家嘅客家樣嘅了。歡迎快問快答，今天完成3題嘅組，就做了先來先路線哦。開始快問快答，吃飯，差自行車，自行車，差公車，更差。差準備哦，火車，差喝水，差睡覺。藍翠香的演唱一題，黃翠陽嘅，再個復習一擺哦。吃飯、吃涼茶、貢茶、喝茶、飲水、水母。我们都海鲜啊。客家好好的亞族，做了先人先要提三鮮也海鮮呢。来，黄队，你们有優先選擇權，請問你們要3線還是海鮮？海鲜。走吧，3線的我們去吧。海鮮上車，走。拜拜，加油，拜拜。為了準備開始，會分做2條路線，一組行山線，一組行海線。山線我騎到廣福同場，海線呢就係草茶嘅騎到熱路，那個皮茶嘅騎八仙路。廣水行海線來到花蓮附近一個東少年地嘅神秘所在，熱路。龍後有25公尺安高，佢嘅龍當長哦，大概有176公尺。山龍嘅形呢，像彎彎嘅月光，不少按到熱龍。咁平呀！2組分配遇到熱龍，還有同場，大家會透過湯角、絲角、小角、米角、老秋角來體會順風嘅環境。講得出5種感覺嘅哪一款？講到清好、清完整呢，要做嚟高加1分咯。
们先看上方头上方前面这边有没有看到很多蝙蝠？哇，这个蝙蝠呢是台湾特有种，叫台湾叶蝙蝠，它们是台湾第2大品种。最多的时候，蝙蝠最多要等到冬天，冬天蝙蝠会有上千只，品种呢会有6种。那我们现在洞里面只有3种蝙蝠。当我在看蝙蝠的时候，嘴巴不要开开的哦，因为它可能会上厕所。我感受到一种潮湿还有阴暗的氛围，看到，然后我闻到有一种很特殊的气味，水的，就是水还有石头的味道。小蹄皮蝠，它看起来小小的，长起来也很可爱，所以呢，可是它很怕人，所以尽量不要去打扰到它们。第2个是台湾叶鼻蝠，它们很大只，在里面叽叽叫的，我觉得很吵，很好，我觉得很好玩。刚开始有点害怕，是因为我看就是觉得太黑了，然后进去就听到一些蝙蝠一直在叫，还看到一些蝙蝠的大便。南最尾去到的广福糖厂，日本数的家下味道的推广同业，伫台湾万内都有糖厂。唔看，延期地图啊，有青岛嘅日本式建筑哦。来啊，看这边哦。对，然后结果15分钟过了就没冰吃了。对啊，那最惨，因为我的味觉的嗅觉它会在放在冰上。好不好吃？超好吃的。我一开始走进去在最里面的时候，看到有一台以前运甘蔗的火车，我觉得很稀奇，因为很少机会看到这些东西。我就是有摸摸看火车，然后感觉粗粗的，但是也觉得蛮喜欢那种感觉的。那里是木头做的，然后房子呢，它也就是它感觉旧旧的，也有那种纹路，所以我觉得这里是蛮古老的。今日往水期的45.9公里，用的4點鐘6分57秒；南水期的52公里，用的4點鐘34分30秒。南水簽是大條命。不過48點鐘過後，咱們團結親密的結果，讓下張扮成一般的煙霧天天，往水紅十字繼續加油哦！下課下課咧，也學愛下課下課下課咧，最好係咧下課下課下課咧，也學愛下課。你講的冇唔錯，也是不愛做過下課。